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昨的透早5点外，桃园龟山一间超商的店员提醒顾客就爱挂喙罨，竟然是去互对方甲抬死。这已经是最近第3件超商的店员去互攻击的事件，相关已经互收押。 但是死者的爸爸无法度接受。内政部的处长陈宗彦伫面册讲，希望会当来增加到夜间巡逻的警力。其实以台北市来讲，早就已经加强超商夜间的巡逻了。网友认为，基层的环境本来就无够，应该是这个卫生单位爱积极来介入，这才是解决之道。 41岁姓蒋的嫌犯，因为不满超商店员口劝伊讲爱挂喙罨尔，就举刀啊扛抬，造成29岁姓出大夜班的店员不幸惨死。这个嫌犯被抓到了，伊承认讲有举刀啊抬人，但过讲伊有伫食精神科的药啊，所以讲干那片段的记忆尔。本件也有相当理由认为被告有逃亡之余，而依本件的犯罪情节，认为被告有反复实施的状况，因此裁定羁押。 就算嫌犯被收押，不过死者老爸依然是无法度接受。这很难过啊！社会还给我们一个公道就好了。在屏东乌目酒案件发生后，即摆又搁发生因为口劝人挂喙罨引起杀机，何不少超商店员会惊，唔敢上大夜班。他也是遇到类似桃园这个案子的事情，所以演变成到后面，老板也不会让我去上这个工资。 面对这款的恐怖事件，桃园市长郑文灿伫面册写讲，除了谴责暴力，嘛要求警方全力侦办。内政部处长陈宗彦表示讲，爱辛苦这警察同仁加巡逻。那以台北市警察局为例，目前以2人一组，每一摆3点钟的巡逻，已经加强夜间超商巡逻的勤务。我们也会宣导，最主要是超商的这些员工啊，这种类似的情形之下呢，勿与施暴者产生言语或肢体上的冲突。类似状况的报案呢，我们除了警方会迅速到场之外呢，必要时我们也会立刻启动快速打击犯罪的快打的这个机制哦。 除了外口环境保护，若是以屏东甲即摆桃园的案件来看，嫌犯拢有身心方面的疾病，看来唔来增加警力，各地方卫生局等相关单位嘛都要有更较积极的作为，才袂好这需要帮助的人威胁到社会治安。